幫緊你，幫緊你，發出撩一撩幫大家出啖氣啊！自從2019年黑暴敗亡之後，亂港陣營分解出多個專業界別啊，好似咩旁聽師啦、送車師、寫信師、探監師啊，聽起嚟十足係無厘頭啊！但又隱約有一種分工協作、各司其職嘅專業感覺喎。其實坦白講啊，咪又係換湯唔換藥，佢哋都係一樣嘅本質嘅。就妄想可以通過其他嘅手段繼續進行軟對抗。話說黑暴6週年之際，資深探監師林明儀啊，喺香港人權陣線6月8號喺台灣舉辦嘅禁中制甜工作坊入邊大大力咁樣抹黑香港政府打壓人權自由喎。佢話希望透過自身嘅分享，令到台灣人了解香港人權同埋獄中受侵害嘅狀況，從而令到台灣人認識中共對台灣嘅威脅喎。佢用透露自己喺香港服刑期間被單獨囚禁嘅經歷，指責港府對在囚人士嘅精神折磨、政治犯被針對等等。好啦，廢話講完啦，林明儀終於透露咗自己嘅亂港大計啊！佢咁講嘅：我希望覺醒佢哋，即係指台灣人啦，香港先有希望。佢嘅自身覺醒咗先會關注香港嘅事務啊！唉，黃色信念本身就係病毒嚟嘅，而某啲嘅非正常人類一旦感染咗呢種病毒嘅話的確係會不斷咁刷新人類智商嘅下限啊！林明儀就有版你睇啦。嗱，講起呢個林明儀其實佢真係早就臭晒朵噶啦。喺2023年嘅時候，香港法院曾經對一宗探監屍案判刑啊，而案中嘅主角正正就係佢啦。當時佢被指控串謀2名喺荔枝角收押所被還押嘅男子，無簽法庭嘅文件，以幫助2人入稟法院向警方索償。喺證據確鑿之下林明儀承認串謀製造虛假文書同埋作出具有妨礙司法公正傾向及意圖嘅作為罪。結果探監師變成坐監師啦。林明儀被判監禁5個月啊。當時法官香淑嫻就批評佢啦，目無法紀，明目張膽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都曾經批評探監師啊，持續向在囚人士灌輸反政府信息，以軟對抗手法荼毒年輕人，仲講到明當局會全力調查、嚴正執法，有證據嘅話會拘捕同埋檢控添。眼見香港難有生存空間啦，探監師林明儀就幻想轉戰台灣，希望引入外力令到黑暴翻山啊，繼續禍亂香港。對此小編只好贈你一句啦，發夢冇咁早，慳啲啦你。